財富檔案5，有錢人係專注於機會，而窮人係專注於障礙。佢哋看待世界嘅方法都唔同㗎。有錢人係會見到成長潛力同埋報酬，而窮人就會見到蝕錢潛力同埋風險。所以窮人嘅心靈呢，永遠都喺度尋找緊出錯嘅地方。佢最常諗嘅呢，就係呢樣嘢行唔通，嗰樣嘢都行唔通。但係有錢人就會相信會行得通嘅，因為我會等佢行得通。有錢人呢係會願意去冒一啲經過計劃嘅風險，同埋佢會相信萬一真係衰咗，佢哋永遠都可以將啲錢賺返嚟。但係窮人呢就會因為驚衰啊，驚失敗，所以猶豫不決，最後呢係會等個機會白白咁樣流失。作者就建議，如果你想了解一個行業呢，最好嘅方法就係去做，無論係打雜定係洗碗、清潔，你先入咗嗰個行業先。呢一個呢就叫做踏上走廊 ，step into the corridor， 你先至會喺入邊見到一切，同埋建立你嘅人脈，機會嘅大門先至會打開。所以有錢人呢係會採取積極嘅態度，先行動，之後再一路行一路去修正。而窮人呢就會一路喺度準備，永遠都喺度準備中，最後呢就唔會採取行動㗎啦。財富檔案6，有錢人係會欣賞其他有錢人同埋成功人士，而窮人呢就會憎有錢人同埋成功人士。作者呢就帶出一個論點，就係窮人成日都會妒忌啦，又或者用怨恨嘅目光去看待其他成功人士。佢哋認為有錢人呢搶走晒所有嘅資源。咁作者就指出呢一個呢係典型嘅受害者語言嚟㗎。佢就話：如果你睇唔起有錢人，其實你嘅潛意識入邊呢就唔會允許自己成為嗰一種你討厭嘅人。所以呢，佢帶出一個致富嘅法則，就係建議要祝福你所想要嘅事物，因為憎恨係會阻礙你得到佢嘅。第7點，有錢人係會同積極嘅成功人士交往，而窮人呢就會同消極嘅人或者唔成功嘅人士交往。能量係會傳染嘅，成功人士呢會將其他贏家視為激勵同埋模仿嘅對象，相信如果佢哋都得，我都得。但反之亦然呢，窮人同埋成功人士相處嘅時候呢，成日會感覺到唔舒服啊。佢哋為咗保護自己嘅自尊呢，往往都係會選擇去取笑啦，又或者係批評成功人士。咁作者呢就提出一個建議，就係話有錢人呢，佢加入一啲俱樂部係為咗結交成功人士。作者建議窮人就算負擔唔起啲會費呢，都可以試下去一啲高級酒店去飲下 high tea，等自己習慣呢成功人士嘅氣氛，同埋發現佢哋其實同自己係一樣嘅。財富檔案8，有錢人係會願意宣傳自己同埋自己嘅價值觀，而窮人呢就會將推銷同埋宣傳係睇做唔好嘅事。厭惡推銷呢，其實係阻礙成功嘅最大障礙啊！如果唔俾人哋知道你嘅價值呢，就冇辦法創造收入。有錢人呢，通常都係好好嘅宣傳者，佢哋相信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係真正幫助到人哋。作者就舉例，如果你係擁有醫好關節炎嘅藥方，但係因為怕醜啊，又或者係你不屑去推銷，咁嗰啲受苦嘅人呢，就得唔到改變嘅契機。呢一個呢，就係對自己嘅產品缺乏信心嘅表現。咁所以佢強調，領導者賺嘅錢永遠係多過跟隨者嘅。財富檔案9，有錢人係大過佢哋嘅問題，而窮人係少過佢哋嘅問題。成功嘅秘訣唔係逃避問題，而係令到自己成長到大過一切嘅問題。其實問題嘅大小係唔緊要㗎，重點係你嘅容器有幾大。如果你覺得個問題好大，咁其實說明咗你好少。咁作者就舉例啦，例如第1到第10個 level， 如果你係一個 level 2嘅人，你遇到 level 5嘅問題，你會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
但係如果你成長到 level 10，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呢，根本就唔係一個問題，就係好似一件刷牙一樣咁簡單嘅小事啊。作者係提出，每一個人其實都係自己財富嘅容器。如果你嘅容器亦即係你嘅內在能力同埋格局好細，即使你獲得一大筆嘅財富，你都會留唔住。而你所擁有嘅財富呢，係唔會大過你嘅容器。咁所以你一定要擴大自己，令到自己嘅容器變大，先至可以吸收同埋接納到更加多嘅財富。財富嘅成長幅度呢，係會俾你成長嘅幅度所限制嘅。接住落嚟呢一個概念呢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，就係話有錢人嘅思考方式，佢哋係解決問題導向嘅，佢哋會投入時間精力嚟去思考對策，尋找答案，佢確保個問題唔會再出現。但係窮人嘅思考方法呢，係問題導向，佢哋會將啲精力花喺自暴自棄、怨天尤人，或者係呻嚟呻去，好少呢就會發揮創意去解決問題嘅。如果你可以解決問題同埋克服障礙，你就會變成所向無敵。一旦你所向無敵，你人生中就會擁有全部嘅選擇權。呢一種自由先係真正嘅成功。第10點，有錢人係好叻嘅接受者，而窮人係好差嘅接受者。多數人呢冇辦法發揮財務潛力嘅首要原因係唔識得接受。呢一個係源自於好低度嘅自我價值認定，其實就係覺得自己唔值得，又或者係施比受更有福嘅格言誤導。我諗呢一個呢，就係依家好興嘅一個 terms 叫做低配得感啊。作者就話，其實你對金錢呢，應該都要有一個高嘅配得感，你要認為自己值，你先至可以擁有。財富檔案第11點，有錢人係選擇根據結果去拎酬勞，而窮人係選擇根據時間去攞酬勞。咁窮人呢，就會傾向領取固定嘅月薪或者時薪，呢一個係源自於對安全感嘅渴望，但係代價呢，就係財富，因為時間係有限嘅，咁樣就會令你嘅收入設咗上限。而窮人呢，就會相信自己嘅價值同埋能力，選擇根據結果去獲取報酬，例如一啲利潤嘅分成啦、佣金又或者係股息，呢一啲係會令到佢嘅收入擁有無限嘅可能。換句話說啦，你打工呢個收入係有天花板。財富檔案12，窮人係會諗點樣可以2揀1，而有錢人係話我點樣兩個都要。佢嘅核心論點就係窮人係受限於匱乏嘅觀點，佢哋認為資源係有限嘅，一定要喺成功嘅事業同埋親密嘅家庭、財富同埋快樂之間做選擇。而有錢人呢，就會處於一個豐裕嘅世界，始終都喺度問我點樣可以兩個都要 Why not both？ 並且係利用佢嘅創意達成咗雙贏嘅。作者就舉一個切身嘅例子，係佢嘅職業選擇。佢嘅父母呢，就曾經告誡佢做生意同埋玩樂應該要分開，你要先揾到食先至再去享受。但係作者就話 No， 我兩個都要。佢就堅持去揾既可以從事熱愛事業又可以致富嘅一條路，最終係獲得咗成功嘅。財富檔案13，有錢人係專注於自己嘅正值，而窮人係專注於自己嘅工作收入。正值呢，即係資產減你嘅負債，先至係衡量財富嘅真正標準，而唔係你嗰一份工嘅收入。正值係由4個因素去決定：收入、存款、投資同埋簡化。窮人呢，淨係專注於工作收入，但係成日都因為支出隨住收入嘅增長而冇辦法累積到財富。收入、存款、投資應該大家都易明，而簡化呢，我略略講一講，係簡化你嘅生活水平。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你嘅支出唔會因為你嘅收入增長而去增加你嘅支出，
你一直 keep 住同一個 level 嘅支出，咁其實你就會儲到錢㗎啦。財富檔案14，有錢人好識得管理佢哋嘅錢，而窮人呢就好識得整唔見佢哋嘅錢。其實管理金錢呢係唔會限制你嘅自由，反而係可以創造自由。管理金錢嘅習慣係比擁有嘅數目係更加重要嘅。呢個宇宙嘅規則就係，如果你可以管理好依家有嘅一切，你先至可以得到更多。財富檔案15，有錢人係會等錢幫佢哋辛苦工作，而窮人就係好辛苦咁樣工作賺錢。雖然努力工作好重要啦，但係單靠努力係唔會令到你發達嘅。有錢人係知道你一定要努力工作，直到你嘅錢可以取代你。亦即係當你嘅被動收入，例如你嘅投資啦，又或者係統發事業，係大過開支嘅時候，你就達成到財務自由。財富檔案16，有錢人就算恐懼都會採取行動，而窮人呢就會俾恐懼阻擋咗佢哋嘅行動。行動其實係內在世界同埋外在世界嘅橋梁。成功係唔需要消除恐懼嘅，而係要學習點樣去馴服恐懼。如果你只肯做一啲輕鬆嘅事呢，人生其實會困難重重。但係如果你願意去做一啲困難嘅事，人生反而會變得好輕鬆。咁作者就舉咗一個例子，叫做節儉練習，亦即係呢，佢其實係做好多 course 啊。咁佢其中一個 course 嘅練習就係啲學員一定要用喉嚨最軟嘅地方去頂住一個鋼尖木箭，並將嗰支箭截斷。咁呢一個咧就證明咗恐懼其實只係你嘅心靈、你嘅大腦去編造嘅故事嚟嘅。其實只要你100%願意，就可以克服到恐懼並且採取行動。最後嘅一點，財富檔案17，有錢人係會持續學習成長，而窮人則會認為佢哋已經知道晒一切。我知道呢3個字其實係最危險嘅3個字。成功呢係一種學翻嚟嘅技巧，創造財富嘅目標唔係在於錢，而係幫助你成長為最佳嗰個 version 嘅你。作者就舉咗一個例子，就係滑雪大師，一個奧運級嘅滑雪選手分享，佢呢最初係朋友入邊最渣嘅，但係透過不斷咁樣揾教練練習同埋學習，最終佢係超越晒所有人。佢將呢一個邏輯應用喺財富入邊，每一個大師都曾經試過大失敗，但係佢嘅財富呢都係透過學習咁樣去獲得嘅。17個財富檔案就分享完啦。唔知你認為最 inspiring、最激發到你嘅係邊一個財富檔案呢？歡迎大家都留言去話俾我知。除咗思維模式之外啦，作者都有建議點樣可以去進行金錢管理啊。佢就建議你呢將稅後嘅收入分到6個唔同嘅帳戶入邊去管理嘅。咁就有唔同嘅比例啦。第一個就係財務自由帳戶，10%。呢一筆錢嘅用途呢，只可以用於投資，佢嘅目的係創造被動收入。個規則係你永遠都唔可以使呢一筆錢嘅本金，你只可以喺退休之後呢用佢產生嘅收益。如果唔係，你就會冇晒錢㗎啦。我覺得呢個概念有啲似我哋香港嘅 MPF 啦。咁我諗大家如果係打工仔嘅話呢，都會有 MPF 㗎啦。咁呢一筆就已經可以做到退休嘅保障。第二個帳戶呢，我好喜歡，叫做玩樂帳戶，佢就係有10%。個用法呢係專門用嚟燒錢，同埋去獎賞自己，去做一啲平時唔會做嘅奢華享受，例如去高級酒店食大餐咁樣。佢呢其實係為咗去平衡你嘅內心想享樂嘅靈魂啊，
所以你每個月都一定要將呢一個 account 嘅錢使晒，等你去覺得管理金錢係一件快樂嘅事嚟嘅，並且去強化你接受能力。第三個呢，就係長期儲蓄帳戶，10%，佢係用嚟以備不時之需嘅，又或者係一啲未來嘅重大消費，可能買樓啊，又或者係醫病咁樣嘅。第四個係教育帳戶，10%，佢係用嚟投資你嘅大腦，你可以用呢一筆錢呢嚟報名啲課程啦、買書、買軟件，去幫你持續咁樣學習同埋成長。第五個就係需求帳戶，50%，佢係用嚟支付你日常生活一切嘅開支。第六個呢，就有啲特別啦，佢係付出帳戶 Gift Account， 佢係用嚟咧去捐錢，去用嚟做慈善活動，或者係幫助有需要嘅人士。作者就強調咧，即使你依家嘅收入好少，都應該從少量嘅錢，哪怕一個月只有1蚊，你去開始練習呢一套嘅分配方法，向宇宙去證明你係有能力去管理依家嘅一切，從而吸引更加多嘅財富。我自己就好喜歡作者提出一啲概念呢，佢係將我嘅一啲負面嘅思維啦，又或者係好固有嘅思維，去將佢砍掉重練。就例如受害者嘅思維，又或者係一啲我因為細細個父母嘅睇法啦，又或者係外人話俾我知對金錢嘅概念，令到我造成一啲錯誤嘅觀念啦。佢係要將呢一啲觀念去打破，例如有錢人唔係乞人憎㗎，千祈唔好憎人富貴厭人貧，咁樣你其實就唔會變得更加有錢，而你會將有錢推遠。又例如你應該要識得 sell 自己，又或者係 sell 自己相信嘅價值，你唔好將呢一樣嘢係變成唔好嘅事。再者咧，你就係要不斷咁樣成長到大過你面對嘅嗰一啲問題，咁你先至會有真正嘅自由。佢提到嘅呢一啲觀點，其實係除咗令到自己變更加有錢之外呢，係會令到自己成長到去一個最佳 version 嘅自己。同埋咧，除咗係改變你嘅思考之外呢，行動係連結你內在世界同埋外在世界嘅橋梁。你係需要不斷咁樣去練習同埋實踐佢書入邊講到嘅觀念，你先至可以達到真正嘅財務自由，同埋去將呢一份富足同其他人去分享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係阿日，祝願你有美好嘅一日，我哋下次見。